大家好，我是财，我说这派卡。很快的半年又过去了，各家银行都已经陆续公告下半年的高利活储优惠，一样以额度来区分成20万以上的高额组，再来是10到15万和特殊额度这3组。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分啊？因为我们开这种数位账户啊，最重要的有2项指标，一个是利率有多高，另外一个就是额度给到多少。但如果这2个要决定优先顺序啊，我们认为额度又比利率更重要哦。举例来说啊 ，A 银行是高额低利，利率1%。额度给到10万 ，B 银行是高利低额，利率2%，额度5万，两家年息都是1000块，没有错吧？但是如果我需要的利息是2000块的时候啊，就要有一个 C 银行利率一样是1%，额度可以给到20万，或是 D 银行额度维持5万，但利率就要给到4%了。如果我们再把年息的目标提高到3000啊，E 银行1%额度30万和 F 银行6%额度5万，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，对吧？但回到2021年7月低利率的现实世界啊 ，C 和 E 这种还有机会，但 D 和 F 根本不存在，因为现在去哪里找年息4到6%的活存啊？而且一样20万要存啊，只要开一家C 银行就可以搞定。但 B 这种银行等于是要开4家，要装4个 APP， 等于是多投入4倍的时间和注意力啊！不要忘记哦，注意力货币是一直在升值的哦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在比较数位活储账户的时候，不能只比利率高低，而是要把额度一起将进来比，而且是额度优先于利率哦。因为好不容易花时间开好账户，学会用这家银行的 App， 总是希望将来可以跟这家银行长期往来，而且钱会越存越多。但如果额度太低，反而会降低数位活储在使用上面的可能性。当然，如果你配置给数位活储的金额本来就不高，像有人是拿来藏私房钱啊，或者说放紧急预备金啊，可能都在10万块上下左右，那当然就比较不用考虑到额度的问题。所以再回到下半年的 PK， 目前30万的高额度组还是只有大户 Cloudbank、Richart 和 OU 属了首选啊，当然还是大户，所以把它放第一个。虽然下半年它取消了50万以上的 0.15%， 有点可惜啊，但它的满足条件也同步放宽了哦。现在只要有大户头证券账户就自动升级，不一定要平均余额10万，那对小资主来说会比较友善一点。另外，上海3银 Cloudbank条件也都没有改，优惠期限直接展延到年底，所以它还是可以跟大户搭配成100万的高利活储。而 Richart 下半年就改的比较多了，变成新朋友和好朋友，旧户要同时达成 ACH 2万或是存美元2000的任务才能拿到这 1.2%， 额度有30万。另外，星光银行虽然有 1.8%， 额度20万，但也是属于任务难度比较高的，像是要电子储值支付也要 ACH 等等，需要花多一点点的注意力研究一下。再来看到10到15万的基本组，这8家全部都是无条件开户就给你，利率最高的是 New Bank， 下半年还是维持 2%， 额度10万，而且它直接公布到明年1月20了，所以在期限这边多给它1颗星。不过上次有很多人反映联邦银行的既有银行客户没办法加开这个 New Bank 啊，有一点美中不足就是了。另外，这次我们再多加了上半年漏掉的台企银，它是无条件 1.5%， 额度给到15万，同样是公银行库啊，跟另外6家比起来算是条件最优的。不过要注意一下，它是半年付息，起息要1万。再来底下一银、兆丰、和库、彰银、高银和土银啊，都和上半年一样，之前公布到6月底的都直接展延到年底。最后在特殊额度组一样是华南和远银这2家，华南利率和额度的任务规则基本上还是延续，期限也是直接到年底，但它的跨转题次数改成各3次。远银呢，则是我目前能查到的活动是到7月底啊，之后的内容无法得知，因为它的规则真的是比较复杂，我们还是比较倾向选条件简单一点或是无条件的啊。这些详细的纠团规则和额度的计算方式啊，我们就不在这里深入研究了。最后提醒打算新开户的人要注意3个月内开到第2到3家可能会被拒绝，要再隔3个月才能再重新开户哦。所以要记得先从最重要的开始。以上就是这一集2021年下半年数位账户的优惠更新与 PK。